嚟到2026年第20條呢一度咧，今次佢就俾咗 ABCD 就一個 rectangle 啦，咁佢亦都俾到 AB 嘅長度就會係等同於3，BE 嘅長度咧就會等同於12，以及呢個 CE 嘅長度咧就會等同於4啊。由於一個 rectangle，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將 BA 呢一條邊咧就褪翻過去左手邊呢一度，咁我就先叫呢一個 CD 咧就會等同於3。咁同一時間由一個 rectangle 啦，咁所以 DCE 就會有一隻直角，以及呢一個 FBE 咧都會有一隻直角嚟噶。同一時間 CED 以及 FEB 咧就會係相等，因為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咁所以留意翻啦，我哋就先有第一個三角形以及第二個三角形咧，其實佢哋係處於一個 similar triangle 嘅關係噶。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講得到，而家 triangle CED 就會係 similar to 呢個 triangle 咧，就會係 BEF 啊。咁你睇翻呢個 similar triangle， 而家 CE 呢個長度咧就係對緊呢個 BE 呢一條邊噶，咁所以4去12就即係倍大咗3倍，所以 CD 倍大咗3倍嘅時候咧就會去到 BF， 因此我哋亦都可以寫得到 BF 嘅長度就會係等同於呢個9 cm。去到最尾咧就想佢哋計翻呢個 EF 嘅長度，咁所以我哋就睇翻以下呢一條邊咧就可以利用到 pivot， 因為我哋呢一度咧就會有9同埋12啊嘛。咁利用翻呢個畢氏定理就可以計得到 EF 嘅長度咧就會等同於呢個15 cm 啊。最終呢一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B 啦。